Hello， 我係樂 plus 嘅發奶，喺呢個新環節樂 plus 1分鐘，我會為大家整合過去一星期嘅重點法庭新聞。33歲休班警喺2月凌晨時分懷疑飲醉酒未除一位女子後出手摸胸再壓地非禮，佢承認一項猥褻侵犯罪。法官批評被告身為警員但又危害市民安全，破壞法紀，判佢入獄6個月。而同樣都係警員嘅犯案，54歲男警前年因為串謀他人販運大麻及傷人，意圖妨害司法公正被控而要還押。案件合併後喺區域法院提堂，法官以70萬批准保釋押後至下年1月再訊。今年6月4號有位64歲男子駕駛私家車駛至銅鑼灣掃告附近時鏟上行人路，佢被控危險駕駛罪，表示唔熟港島區嘅路，唔小心跟咗高德地圖行駛，被判罰款1萬蚊及停牌半年。有位35歲男子冒充女朋前男友報警稱要引爆藏喺中央駐港機構同啟德體育園嘅炸彈，被國安處控告炸彈嚇詐行為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判監6個月。一位53歲男子因財困以及不堪照顧90歲高齡爸爸嘅壓力喺屋企燒炭自盡，自殺未遂後被控企圖謀殺，判囚4年。今集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